其实已经能看见天文台了，就在那远处。周六人爆多，堵车了，太阳要落山了。最后这几缕阳光照着远处城市雾蒙蒙的。这个地方我不止在游戏里来过，电影里也看过《爱乐之城》，这回是真的 Someone in the Crowd。天哪，这个地方我可太熟了，能看到远处的洛杉矶市中心 Downtown， 一眼认出银行大楼，就是这一栋。OK， 在这里说出那句 Hey Davey， 不开玩笑，我刚在这个地方听到城市里头的警笛声了。日落方向的正前方是好莱坞的标志，市中心在左边，然后圣塔莫尼卡海滩是在这个方向，好长的一条直路啊。Davey， 虽然是第一次亲身来这个地方，但对这个地方感觉到无比亲切。大家以无数个方式从天上飞过来，然后摔在这个地方。Davey， 到天文台里面朝谒也是开放给公众免费参观的。一进来，大殿正中央是一个摆锤，然后摆锤上方一幅壁画，当然都是和天文相关的。负一楼有个剧院，可以领一本小护照，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闯关游戏一样的东西，咱们就留着做纪念好了。月球的一部分，哇，从另一颗星球带过来的岩石。这个图做得好浅显易懂，阿特米斯围绕着地球转2圈，引力弹弓，然后绕一圈背面转了1圈，再回来。宇宙真的太大了，大的像造物主给人类设的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。爱因斯坦捋捋他的小胡子。大殿的一面介绍着天空宇宙，另外一面介绍着我们观察他的眼睛，就是望远镜的形状。特斯拉的，哇，外面这个笼子不是法拉第笼啊，我乱猜的。望远镜。逛完这个天文馆，室外已经拉拉链斗了，看一眼洛杉矶的夜景。哇，天文台一侧的穹顶里头就是一个超大望远镜。这个地方感觉超级适合美剧留子谈恋爱来的。这夜景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云太厚了，咱们就不排这个队了。这个角度好，既能拍到 Davey， 还能拍到市中心。主要是格里菲斯天文台，它这个建筑本身就太漂亮了。傍晚带着喜欢的人到小山坡的坡顶上看星星，确实浪漫。等一下下山的公交车，不知道是今天人多还是怎么，这上面信号好差。天黑之后好冷啊！大晚上的星光大道还是很热闹。情侣的免费早饭，第2轮才发现在这里有咖啡和即食麦片。吃饱咱们坐他这的217公交去富人区看看。我没开玩笑，换成这个4路公交车，刚上面有一个露屁股、手臂上改花刀的酱爆，然后在那里一边靠玻璃一边唱歌。路过了一场活动，瞅瞅，我没看错的话，那前面应该是汉服吧，好像敦煌，有点敦煌的元素一样。这是啥？秧歌腰鼓队吗？我以为我回国了。最后面那个服饰我不知道对不对的，看着好像印第安舞。真狗和假狗打架，哎，打招呼。这玩意儿应该是有人操控吧？这老外对个机械狗喊 Good boy 绷不住。我对这个比弗利山庄的标志倒不是很感冒了。我才发现好大的一棵树啊！来这里是为了打卡一家 Michael 和小夫第一次合作创业时开的珠宝店，这街上全都是什么 LV 啊、爱马仕这些。简单来说，这里就是比弗利山庄他们富人区的江汉楼。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，就是这个拐角。Michael 就是在这里第2次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：“You forget 1,000 things every day, pal. Make sure this is one of them.” 大家当时选的是强攻还是智取？理查德·米勒、保时捷，然后后面那家不认识。怀念那些年用枪托在这里靠玻璃的日子。智取还得飞檐走壁爬屋顶，太麻烦了，不如直接强攻，最后开摩托车从这冲出去。刚还没看到，他理查德·米勒门口有一个带枪的保安。本来准备去该地中心吃点细糠，但是看了一下今天周末要预约，而且已经约满了，算了，直接掉头。我受不了了 ，FFFF！ 周末的西式聚会公园广场舞，看似很和谐对吧？但是空气里全是叶子味。地铁转公交说到唐人街逛逛，怎么感觉这边好荒凉呢？这商场还稍微有点香港的感觉。大闹天宫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它这里的中国元素都好诡异啊。